綽號鬼見愁嘅台灣影視大亨吳敦近日傳出離世嘅消息，家屬發佈訃聞透露，吳敦喺2月3號朝早6點半病逝，終年77歲。家屬遵循佢嘅遺願，喪禮將於2月15號舉行，不設公祭。吳敦嘅女表示，爸爸喺離世前一日未見有異常，原本仲計劃第二日同屋企人見面聚會，點知當晚就喺睡夢中離世，令全家上下都覺得好突然。吳敦出生於1949年，祖籍安徽。佢曾經係90年代叱咤影壇嘅風雲人物。1991年，佢投資創辦電影公司，一手捧紅過多位藝人，包括林志穎、蘇有朋、金城武、張衛健、釋小龍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佢同王晶等多位知名導演更加合作無間，製作過多部膾炙人口嘅作品，包括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新烏龍院》等。呢啲作品至今已經成為一代影迷心目中嘅經典。林志穎喺得知噩耗之後，表現得十分之悲痛。佢感激吳敦當年嘅知遇之恩，直言冇佢就冇今日嘅我，願離苦得樂，一路走好。